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喜來嚟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喺今日節目當中 ，Rita 為了大家共下來認識了解來自桃園嘅客家子弟，佢係一位非常浪漫嘅水彩畫大師啊！佢係一個藝術家。喺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哋來欣賞佢嘅作品哦。我哋來歡迎鍾炳華先生，先生很好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鍾炳華。那很高興來到福氣來這個節目，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。先生好，分享。先生從細喺啲桃園狀態嘛，從小在桃園長大。對，我是在龍崗出生的，然後在成長在平鎮。哦，古時候從細就啲客家種哦，但是好像小時候家裡有常跟你說客家話嗎？哦，爸媽之間都講客家話。哦，可是對我們小孩子都講國語比較多。啊，所以唔一下睇條就講華語係不？是，比較唔怕做地老幾天天的請轉來。那現在還是居住在桃園這塊土地？對，一直都在桃園。哦，所以你創作的背景發嘅東西哦，真的都是跟你生活的土地有關係的。哎，你來看哈，欣賞嘅作品，老師呢喜歡用水彩，然後我們今天就透過作品更多的親近貼近老師的生活。欣賞來看一下嘅作品哈，這個就是聖基亭吧？對，這是龍潭的聖基亭。哦，亞給黑董有廟，這是很有名的那個聖基亭。哦，是。真的懂台啊哈。那這一幅你是怎麼樣去取材呢？哦，這幅作品，這幅作品的創作的動機，其實它是前年底舉辦的一個客家文化的一個比賽，繪畫比賽。對，那就是以聖基亭為主題。哦。所以我當初就是桃園有好幾個聖基亭，那我是選擇龍潭的這個聖基亭。它是比較完整的一個古蹟的建築，所以當初我到這個地點去做畫畫的取材的時候，是黃昏，然後就是四下無人，然後是一個陰天，對，然後我會覺得，因為是要分享聖基亭的送生祭的儀式，然後在古時候這個儀式是有很多人去參與的，可是當下取材的時候是四下無人，都沒有人的。所以我是現場拍了照片，然後回去又在網絡上搜尋很多的相關的資料，然後再把人物加進去。哦，古手，你真嘅有都先從你到現場去拍了照，就是我們要做田調嘛，對，然後把這個景色啊，把這個古蹟拍下來。但是這些人全部人自己改哦。是。哦，因為我看過，有沒有民族藍衫？就是有傳統客家服飾，有藍衫啊這些，韓國記得戴領馬、戴斗笠啊，原來係欣賞自己改，你自己去想象，然後跟以前的照片做時空的對比。對。哦，嗰時你看來吼，真見到米西當中真到頭白的感覺哈。你欣賞當你創作的過程當中，這個也是您得獎的作品，就是魯冰花的時候。是，這個是今年年初的時候，大概2月底的時候，就是舉辦了一個，是客家文化局，台灣客家文化局舉辦一個魯冰花的繪畫比賽，那就是以魯冰花這個元素來當做主題來進行創作。那我這也是有到現場去看景，在那個龍潭的大北坑。那我發現魯冰花它本身是一個，是一種小花，然後我覺得它比較適合當做一個陪襯品，陪襯就是，所以我這幅畫就是用了很多客家的元素，像是土樓嘛，然後白鵝啊，還有花布嘛，還有茶花。我覺得魯冰花它可以，它作為這些商品這些東西的陪襯，它可以更能夠襯托出他們的客家的那個元素出來。那同好奇哦，先生剛剛講哦，你會尋找一些客家的元素，因為你會自己想咩哈？等於說這個客家的花布，就牡丹花布，應該是說讓大家蠻好聯想。要一個頭擺給屋嘅，就是以前的那種建築，哦老屋啊，哈貨房啊。那這個鵝阿伯，你為什麼想要畫鵝跟茶花？因為像我們家也係講愛戴客家種，真經阿婆他們就會種桂花、茶花。對，然後像這個素材你是怎麼樣發想出來的？哦，這個可以，如果說要探索的話，可以回歸到繪畫的本身吧。因為我們繪畫裡面需要在一幅畫裡面，畫面裡面
有深浅明暗的不同的配色。那我觉得土楼它是一个比较旧、比较深色的一个东西，那搭配着一个白鹅的话，它就是会有个亮点出来。对比，而且乡下你想说一定会有养一些啊，养一些鸡啊、阿尾啊、鹅啊。对，我记得在应该新屋嘛，新屋好像是产鹅肉的地方。因为是懂得品尝美食，就提供啊客家总有亚的东西。古时候亚给有懂得会客家元素，有人还有发觉，还有这个竹子也是，对不对？是，竹竿对。有懂得会用到的，然后就把这个，我觉得路边花。路边花，的确有一种就是很自然、懂吃眼，然后很贴近人心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很质朴的感觉。对，很家常的感觉哈，就按你感觉哈。你欣赏出台亚亮总会参加比赛嘛哈，参加比赛。那平常我看到老师在所到之处，好像都喜欢来写生一下，或随手的记录一下，记录一下当下的感觉。对，这个是我开始从事绘画创作之后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会有空的话就会到路边去写生，然后真给的。对，不过1个月大概就那么几次吧。然后有时候会给自己一些挑战，就是说挑一些比较不起眼的场景，像这个很一般路边的房子。对，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不起眼的东西把它画得比较吸引人。对，这就是一个要不断去培养美感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。懂琼亚夫诶，韩哥，这个也是路边，如果我们不看图，我们只有看这个房子，就觉得这个铁皮屋。但是看了图之后，完之后有一些颜色色彩就跳出来了。是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在画画当下做了一些取舍。然后就是在不断在创作过程中，这个美感会慢慢的不断的去培养起来。古时候搭皮呀、色水啦，然后空间的配置啊、明暗的处理，对，就是跟美感有关系。对。欣赏也看到，这个是渔港嘛？对，这是永安渔港，对，永安渔港。但是画起来我就觉得，你知道，你如果说这是我在威尼斯画的，也有就有一种水都的感觉。谢谢。不看龙麦感觉。可能下笔有点陡吧，因为这是在去年底的时候，那时候天气非常冷，我就坐在渔港旁边画。真的，所以一边发抖一边画的。手有点抖，那时候天气非常冷。跟欣赏冲来空安的发，我觉得水彩它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它有一种千变万化的感觉，然后它可以很轻柔、很淡雅的不着痕迹。空来空安呢，就很像印象派时期，它的光影的变化，让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水彩它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美彩，它怎么讲呢？就是它有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学会去接纳它。比如说有哪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？像是比如说它的水分啊，我在每上一笔的时候，它的水分可能不一定会照着我预期的方向去流动。对，那这时候就要去接受它吗？接纳吧，是一种接纳。对，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。就是它有一些不可掌控的因素，这个就是一个挑战。我欣赏，看到在户外下山的时间，你在户外画画，其实没有室内画画容易耶。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因为在室外画画，必须要考量到天候的变化，还有很多因素，像大太阳啊，或是阴天啊、雨天啊，那个完全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是亚种人都记准的时间吧给，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它的笔触有点陡，但是你也可以解释，你昨天刚好因为这个船它跟着水在摇动，所以我画起来是这样子。各位看亚给，这个就是天气很好的时候，对，很晴朗的时候。阳光普照的时候，这个是在那个桃园火车站前面的那个77稳定。对，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有办一个个人的展览。就是在这里办的，然后对，所以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场景。那夏日市集的这个场景。我之后按那个图画起来，就是这样子的光影的感觉，画起来非常的浪漫。
对，谢谢。对，就是它可以，因为你看单枪黑抢色，绿色它的层次又黄又蓝又紫，然后它好多不同的可能性。对，是，其实如果说用水彩作画法有很多种，就是你可以很随性的画，然后也可以很精雕细琢的画，像这样就是比较随性的画，然后比较随性。对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会比较让人觉得比较放松，比较写意。什么叫做随便的画？因为还是稍微要打一下草稿的。对，会打草稿。可是像那个里面的树木啊跟人物啊，其实它可以再刻画的再更仔细一点。那我就在这样，我刻意我不要做那么仔细，都让它有一个让观众有一些比较理想的空间。哦，来比高一下，我们刚刚讲这个圣基亭，对，这个就是在室内画的。这个是不是就比较有细节？对。好，然后跟这个对，这个很多细节，你看它都勾勒的，你看包括这个鹅的神韵啊，这个羽毛的层次啊。可是我们再回来看这一张，哎，对，好像就蛮明显的。是啊，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作画的心态。对，哇，不是，你该画一种图哈，又懂得会构想，又懂得会可能性。等下多上来咩强态势的教样哦，像我画图用那第个工具啊，还个画出来嘅情景，做得用来演出，你喺下技术等到复起来咧。大家轉到復習來咧 ，Rita 今半日喺節目當中，讓大家強下來認識種變化，了解藝術家，佢用水彩，除了水彩以外，還有其他媒材來創作佢嘅作品。在此來歡迎先生，先生好。大家好。先生剛剛談到吼，兒童號安尼去戶外下山吼，這好像是你給自己的功課跟挑戰。那我們出去的時候，其實不比在室內啊，你要有嘛給水書就都會拿來抖。其實出門的時候要帶一些東西，你又要不能帶太多，可是又要夠用。你給咪沒有帶到現場，可以讓大家看看你平常作畫的一些工具，係嗎？簡單跟大家分享嘛，就是這是水彩顏料跟調色盤，這都是跟室內繪畫完全不一樣，它是比較也係帶出去的嘛，對不對？對，所以是比較方便攜帶的一個工具，畫的一個顏料跟調色盤。鉛筆了就作為帶出去的，對不對？就很方便，帶着手。哦，看這個調色盤就知道，哇，懂認真的畫圖，看起來心情就很好，好豐富哦。個韓國有畫筆，安尼帶點出去。對，像這是畫本嘛，畫本，那這也是方便攜帶的一個工具。那這是一本有很多張，然後一張畫完就再撕一張這樣子。哦，是。你就懂呢篇了哈。跟先生來看你出去畫圖的時間啦，你看，像你在戶外寫生啊，你會做一個記錄，所以你會特別挑地點，還是說你今天心情好，你想要去哪裡就去哪？還是會看一下地點，因為這都是在楊梅跟觀音的路邊。哦，對，就是這幾張，對。我之後你畫嘅後，你會加一些東西，讓整個畫更豐富呢？是那些人其實可能是左邊拉一個，右邊拉一個，然後進到畫面的中間。對，這個下故事的感覺，你看，當像去某圈我嘅素材，它可以是不是在創作的時候，沒東西也有個你去戶外看看，有不同的刺激，可以讓你創作的內容可能有更多元。對，因為戶外寫生它算是一種對美感的一種敏銳度的一個培養。對，就是如果能夠把比較不起眼的場景把它畫得很好看的話，那對室內畫畫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。先生跟講室內同戶外哈，室內畫畫的意思是你自己就坐在家裡嗎？也有一個意思。對，就是在外面拍了很多的照片素材，然後回到家把它組成一幅畫面。哦，你就要靠你的想象力，去把這個照片編做你嘅圖。對。哦，係安尼哈，個也係先生呢，佢用水彩嘅創作，過來看到呀，這完全不同的風格了，而且這個細節都很細緻。這個算是中國畫裡面的工筆畫，對，因為這個是我在前2-3年左右才接觸的另外一種畫畫的一種
一种领域。哦，也嘿，因为看到先生的作品特别去喊他层面了解哈，稍微了解一下工笔画，其实在战国时期就有。你请推后，它被确立是一个有这样子的画风嘛？公海看到老师是有帮他上色，有的是留白，有点像是水墨这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可先生，你挖个亚给，这是金鱼跟这是什么？是牡丹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是我是画芙蓉画。芙蓉，这样有什么寓意吗？好像在绘画里面，有时候物件它有一些特别的意涵。因为一些我对人生的一些体会吧，所以让我会想要接触工笔画，因为我觉得工笔画它给人感觉就是比较空灵，然后比较抽象。它虽然是画实际的东西，可是它有很多弦外之音。像这幅的话，就是金鱼，它象征我们人的，我是用它来象征我们人的精神的状态。然后这个系列有3幅作品，它取名叫做《梦回》，就是午夜梦回的梦回。也来贴一部。对，那这三幅里面都有金鱼这个元素，然后也有花。那花又有分这个实体的花朵跟那个色块里面的那个比较虚构的花朵。色块虚构，你看它每一幅中间会有不同，像亚给黑是蓝紫色，亚给黑紫色的。对。勾亚给黑，有点像大地色。有 typical 的意涵吗？这个就是象征说，我们人的精神状态，就是我是用金鱼来比喻，对，然后花朵象征是真实的世界，然后色块里面的花朵，它是线条来呈现，它是象征梦境里面的世界。哇！所以就是它是要表达说，我们人在半夜梦醒的时候，那个精神状态就是好像回到现实，又好像还在梦中。对，所以就是金鱼，它就是象征我们的人的精神状态，它是游移在现实跟梦境里面。哇，唐先生按你讲，董秋，我相信您的生命当中可能有经过遇到的事情，让你在现实跟理想或者是想象的当中做一些拉扯，也讲有想是应该追求的东西哈，就是你会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一定会有些不容易的地方，因为刚刚欣赏工，这就是你对人生的一个感悟嘛，这样会有安哪些作品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这幅画在创作的过程正好是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去年5月的时候，那时候疫情刚爆发，然后所以大家都关在家里都不能出门，所以那一阵子因为独处的时间比较多，所以会想很多东西。人生的大道理嘛，古说要散步就会用人生的道理哦。可以这么说。跟欣赏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？我其实很小就喜欢画画了，那因为很多因缘际会，就是一直到5、6年前才比较能够真正去比较全心投入这样。对。跟你下就会全心来做艺术的创作。就是完全投入艺术创作了。应该也不能说全部，大概8、9成的时间吧。哇！其他还有一些别的，其他的事情。按你讲了没算来，其实我觉得也蛮幸福，也蛮幸运的，因为你可以做你热爱的事。你讲你从谁就好把图没？那但是总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决定因素，让你决定说好。我就全心来做创作，因为做创作其实冇咁简单，然后会有一些现实生活上，或者是可能你周围会有很多的声音，可是是什么让你可以义无反顾就开始全心投入创作？这点是比较幸运的一点，就是家里的支持。家里也是有一番就是有革命吗？也没有到革命，就是有一些。波折，有一些波折，不过到最后就是家里也很感谢家人可以让我走上这条路，对。给得出支持你。是啊。他们支持你就决定了。对。然后我之前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徘徊的状态，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做我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，因为原本也是从事科技业蛮长时间，对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忘掉画画这件事情。安尼先生安尼讲，让我想到国外有懂得，无论是音乐人啊、艺术家出头的有些艺术家，他们可能捏石头去做一些他们觉得可以比较容易赚钱的，或者是
穿董斗钱给投入。那可是下班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做他们喜欢的艺术创作。其实有董董也没按呢，给人家他做的现在讲吼，我不扛你们指示，就全力来投入创作，也开了个展，没有董董某 Q 的作品，这样子好像蛮幸福的耶。也是有辛苦的地方，也是有辛苦的，因为既然是全心投入，就会想要把它做好嘛，所以当然会对自己要求会比较高。哦，要求这个，要求这个，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不同作品的呈现啊。对对。给欣赏也给作品还有看到，在这个是工笔画嘛？对对。古时候你还工笔画底度就会讲，它可以更多让你展现内在你自己思想人生状态吗？对对对，这个也是我想要除了水彩画之外，我想要在研究工笔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水彩画它是画比较。水彩画它是画比较现实世界、比较美的东西，对。可是工笔画我是想要用来探索自己的一些比较抽象的情感的方面。哦，懂 TP， 因为我自己看觉得说，这个比较具象啊，但是其实它探讨是比较内在、比较抽象。对对对对。可是水彩我觉得它可以很抽象啊，你讲，它画的是现实世界真实的东西。对对对，因为水彩它。可能我对水彩的理解是它比较能够表现光影的美感，就是现实世界像就是光影错落的那种美感，明暗变化的那种美感，然后很美丽的、很漂亮的风景，我用水彩来呈现，我觉得比较适合。可是像比较呈现内心世界的东西，我觉得现阶段我觉得工笔画还蛮适合我的。给欣赏今日准备给礼物哦，而且只有限量，就1只礼物。老师，你今天准备了什么礼物？送本大家唔咩，就1只天天。欣赏要还冇嘅？这是用工笔画的一幅玫瑰。也还扇的呢，这是扇子哎。对对对，扇子，这很实用的。但是你是很细腻，要画在那个布面上哎。对，这是对画在布上的。对。那它的颜料是用什么？部分用国画颜料，部分用水彩颜料。鼓手呢？送给一位幸运者，对不对？是，只画了一把扇子。俺出来初奖了哈，俺初奖却讲，像大家来留言，老给俺名哎，为这一把扇子取名字，俺名就做得有几分现动，就在同佢带张一幅卡。好，请大家好好上名8几分哦哈。等下呢，都转来欣赏，会同大家继续来分享佢嘅非凡人生，請大家了一下，繼續轉到呼起來咧。歡迎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喺今日節目當中，你邀請到來自桃園嘅客家子弟鍾炳發先生，佢係一個藝術家，佢用水彩、用工筆畫來創作佢嘅作品。再次來歡迎先生，先生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先生，你剛剛講的時間的時候，你對你的作品要求蠻高的，你會一直想用來呈現在虛實之間。表達你自己哦，各位節目當中沒有準備快問快答，就愛問唔講，你隨便回答都正確答案，因為你就講自家咩哈，每週都透過安尼哈很難人生。請問先生，你嘅畫新嘅作品以前你自己會有什麼儀式感？你在創作一個作品以前？我會，因為我很喜歡東方的事物，所以我會泡茶，然後會點個線香。真嘅呢，好像靜默下來，對對對對。嗰時候要求你嘅儀式感，懂好。對對。請問哦，你知道你自家嘅女性係乜嘅色彩嘅？色彩嘛，我覺得。你內在是什麼色彩？比較偏藍紫色調吧。藍紫色，那外在呢？你覺得大家看你呢？因為我這個人給人感覺是比較沉默、比較拘謹的，所以也是一樣類似的色調吧。那你是內外很一致的人是這樣子的。藍紫色的話，懂有意思。好，所以你對你自己的理解解讀，就是你覺得就是我們看到
作品当中的你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内在世界都是探索不完的，对。好，睇下喺讲上海喊那认识总兵法先生呢，你就再看佢嘅工笔画哈，因为佢讲佢地度嘅就呈现佢嘅内心世界。佢请问先生哈，你自己带啲头研嘛？你有哪3个秘境吗？你去写生的秘境？我们无意之中走到这边，可能可以遇见大师在写生。哦，不敢当。秘境吗？好。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观音的保安乡吧。观音保安乡那个有个地方是有很多风车的人，那个地方我觉得很漂亮，所以我觉得蛮适合去写生的。看看海也不错。看看海疗愈一下心情也不错。还有哪里吗？还有就是，我觉得龙潭是很美的地方。龙潭哈。所以龙潭的很多山景啊，然后河景啊、湖泊啊，我都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可以让人觉得很放松。对，就太自然的感觉。对。好，感谢先生，尤其去大家去行聊聊的哈。请问先生，你平常时有没有喜欢收藏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收藏的东西啊，我真的是这个人是比较执着的，我收藏的东西都是话剧啊，画画的工具，因为自己喜欢画画，所以收藏的也都是话剧比较多。古时候人部卡一打开来，柜橱还就全部就会画图的东西，全部都是画图的工具。有个柜子是几乎都是这样子。哇，可是你可以用得到啊，还蛮实际的。有时候光把它拿来看都觉得很疗愈了。哇，古时候你真然懂啊，画图诶。是，喜欢画画。因为你讲呀，56年开始，你做的真正全心投入到你当好嘅从小喜爱的就是绘画啊。给你之后讲，如果现在你要对10年后的自己讲一激发，你会同自己讲嘛？给？不要忘了初衷吧。不要忘了初衷。你是记得做嘛该想要来做一件事情。对啊，对。哇，好，祝福先生。谢谢。10年以后，你要看人家的节目，就讲又係10年前我對自己講嘅，可能會有唔同嘅感覺。對，我想會有不一樣的感受，不一樣的體會啦。係，今日呢，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分享當中嘅作品嚇，接下來人家看到嚇，又係無窮樣嘅，頭前看到有水彩，有工筆畫，還個也係看到我做也嘅。又有水墨的感覺，不過又有色彩，也係乜嘅畫風。這個是比較偏，也是比較偏國畫的畫風，只是它，跟工筆畫相較起來，它又在，比較放一點，它比較沒有，那個被輪廓所框限住。做得它自由哈，因為你亞嘅，它好像。還是在光影上，我特別注意到這個有一些白色的，像格子狀、蜂巢狀，也還蠻嘅東西。OK， 這個我大概講一下我的創作理念。這個是想要講的是，這個也是我分享一個繪畫的創作的歷程，就是因為我之所以能夠從事畫畫，就是因為家裡的支持嘛。可是中間有經歷過很多的跟家裡的一些波折吧，然後到最後是接納。所以這算是一個接納的過程嘛，就是是想要分享說2代人的價值觀的不一樣。古時候喺講看嘢圖嗬，頭前嘅就係唔嘅不卡人，可能嘅爸爸媽媽當認真做事，希望孩子可以這個過着這個無憂無慮嘅生活。跟後輩人呢，想要做自己嘅事情。可以這麼解讀，是啊。後來不卡出全心嘅支持。對。不過我之後也不發地圖有一個密碼，因為我當下看到佢嘅編排，佢就寫光宗耀祖。無論係不看人，也係講也係後上肢體，就是老師自己哈，都符合這4個字。也係講也係不卡，應該就是一個很和諧的狀態，因為他們支持你，你也確實走出一條你自己的路。這是很正面的解讀，很正面的解讀。我自己看到案例哈，也係講，你覺得這個排版是一個壓力嗎？我要表達的是，的確是有壓力的意味存在的，因為前方的就是如主持人所說，他是上一代的辛勤的奮鬥，然後他是我是由木雕師傅來呈現，他不停的創作作品，然後後面
也累积了他很多的作品，那可以象征是一个他们上一代的成就，累积很多成就。然后我们会一直往上看，然后再往右边，然后再往下，然后就接到这个后面的年轻人嘛，所以那等于算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转换，就是很多的成就跟光环，然后到转向之后看到光宗耀祖之后，然后再往下，就可以看见出它是一个上一代的光环没有错，可是它相对的也是一种压力。是。哦，也是女性的想法哈，它可以透过从想法变成具体的画作。刚实际上带人看法哦，从色水开始，从下面比较深的颜色到上面，它引导到光宗耀祖，过下来嘿，较浅色、比较明亮的这个色块。对。懂有意思哎，所以老师说这个是比较像是水墨画那感觉。对，比较水墨画的感觉。对。古时候欣赏没有做安呢，过亚布图呢，这是很不一样的感觉，有动漫风哎。哎是，对就是我这1-2年才接触那个电脑绘图，电脑绘图。其实我原本是从事科技嘛，所以之前科技其实也是做相关的，可是我比较没有深入去接触电脑绘图。那今年才开始，因为我觉得工具变得很发达，然后很容易上手。那这个也是要探索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感觉，它叫做情绪勒索。就是说这里面是描述一对夫妻嘛，他是夫妻她被丈夫圈养，就是她享受了丈夫的很多的一个物质上的提供，就是她完全不用烦恼物质上的问题，可是她相对她的内在世界是完全被掌控的，所以我这边是用她的心被掏出来，因为她自己是没有一个内心的，她的情绪完全是被她的另一半所左右的，因为她等于是她的物质跟她的生命都完全被掌控住的，所以她的情绪也是被另一半掌控住。那为什么背后的那个丈夫啊，他后面有好几个面具在那边，那他就是不同情绪的转换，就是说丈夫他可能一下子是天使，又可能一下子是恶魔。很电影讲哦。是啊，所以那条线，他2只手操控了那个妻子的心脏啊，所以可是他会随着他的面具的变化，有时候去拉紧，有时候会放松这样子，所以等于是他的情绪是被操控的。所以这个想法我也想蛮久的，就是要怎么样去呈现那个情绪勒索的感觉。要等像一个安尼突发天样哦，很像一个动画电影的这个海报，有冇？等像一底后去底路讲嘛的故事。对。哦，古时候也欣赏完全用天哦飞图来画出来的。是其实电脑绘图现在对我的角色它是正式稿之前的草稿。对，所以我这幅我还会再画，实际用手绘出来。古时候你还可以动好用素画出来，用真实的颜料画出来。对。好，也还冇 Q 用嘅风格，好天哦飞图，没做得神仙，这个是不一样的读者啦。我觉得看画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。够压根呢，压还水彩吧哈？对，这是水彩的。哇，这个鸟瞰图我觉得好丰富哦，也还有一个 TPA 的故事哦。这个也是2个月前吧，2个月前就是因缘际会，也是一个机缘，就是桃园的平镇吧，松湖国小，它是一个90年的历史的一个国小，然后现在的校长他很有心，他想要把他们的校史做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保留跟呈现，所以他想要请我去绘制那个学校在50年前的场景。对，所以这个学校50年前大概是1960年代嘛。对，我看到还有牛的呢。对，有牛车，然后有3人车。而且那种人力车三轮茶。对，画这个图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，就是因为像鸟瞰图，我们认知鸟瞰图就很像游乐园那种导览图这样，可是我不想要画那种感觉，那个就是比较商业嘛，所以想要画的比较有艺术感，所以很多地方就是比较没有画的那么仔细，像后面那个田园啊什么的，我把它放松，然后我的色调没有用的很鲜艳，就是像那个绿色，我没有用了很鲜艳的绿色，然后就想要，我会觉得这样比较耐看，很隽永。对，然后就是这个
这个取材也很特别，因为现在的学校它完全没有保留那个当时的情形，所以我是透过访谈，现在还在世的校友，哇，大概也都70多岁了，那访谈从他们的口述之中去得到那个当时校园的那个场景。哇，我发觉先生真动认真，因为呢，你画图以前、画作品以前有经过同道的调查，动认真去梳理它的脉络，这样编做一部大家看到的作品哈。我相信未来先生应该还要有同道的挑战嘅，咩希望节目当中未来有机会再次邀请先生，今日非常感谢先生哦，安子姐。希望大家今日来认识陶冶嘅游戏客家字体总编发先生佢嘅作品，咪透過繪畫，咪帶俾大家視覺嘅享受哦。希望大家收看，有請大家點解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演出，上嚟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傾贊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